各位嘉賓，多謝鍾志平博士百忙之中抽空出席擔任我哋嘅主禮嘉賓，亦都特別感謝郭耀松先生贊助我哋嘅比賽豐富嘅獎品。今日翻到嚟沙田 Ivy 呢度咧，其實對我嚟講係好特別，因為咧呢一度係我嘅母校，我係喺呢一度畢業嘅，我幾年前仲喺度讀緊書，所以今日可以同我嘅母校一齊去舉辦呢一個比賽，其實對我嚟講係十分之開心同埋十分榮耀，我都覺得自己係十分又好彩啦。咁我哋417係好榮幸咁樣去獲得咗我哋香港科學園嘅創業基金支持。咁我哋一直都希望可以利用呢一個嘅機會，可以回饋到我哋嘅社會。所以我哋舉辦咗呢一個嘅比賽，就係希望俾各位嘅同學都有一個嘅平台，可以一邊學習同埋一邊實踐。咁今次呢一個比賽係第2屆。咁主題係用科技解決社會嘅議題，好開心咁樣見到參賽嘅學校由上年大幅增加到今年接近70間嘅中小學。喺初賽培訓嘅期間，我哋免費咁樣為唔同嘅同學提供咗免費嘅工作坊，見到好多同學由零開始學習應用我哋嘅Wonderland平台啦，創作空間應用，短短幾個星期已經可以獨立咁樣完成到唔同嘅作品。大家嘅學習能力同埋創意都超出我哋嘅想像。咁今朝我哋啱啱都講到啦，我哋今朝睇咗我哋嘅決賽嘅題目啦，有可能環保啊、健康同埋唔同嘅社會議題相關嘅範疇，都見到同學其實好成功咁樣將佢哋對社會嘅關心轉化成一啲實質嘅創意，創作咗唔同嘅解決方案出嚟。咁呢個比賽可以成功咁樣舉行，亦都有賴各位嘅機構去支持。首先，我一定要多謝我哋嘅協辦機構香港資訊科技學院。感謝鄭少康先生各位作為顧問委員會主席帶領我哋嘅學院團隊全力咁樣支持，亦都感謝各個嘅支持機構大力咁樣幫助，包括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香港才能教育基金、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香港電子學習教育協會、聯校資訊科技學會、VTC 企業共創中心、RS Hub、Swift Coding Hub， 仲要特別感謝今日幫手喺決賽同埋頒獎典禮入邊做直播嘅 Software Limited。最後我都想同同學講一句，就係其實大家拎唔拎到獎都唔使咁唔開心啊，或者點樣啦，因為你哋喺過程入邊學到嘅嘢都會一直咁樣可以幫助到你，喺你哋嘅成長入邊都可以應用。咁我亦都好希望我哋嚟緊下年舉辦第3屆，可以有更加多嘅學校同埋學生去參與。多謝大家。多謝馬先生同大家贊助。咁接落嚟啦，因為我哋今日真係非常之榮幸邀請到重量級嘉賓，亦係我哋今日嘅主禮嘉賓，鵬程慈善基金創辦人及主席鍾志平博士。所以我哋想邀請你今日為我哋致一致辭，係掌聲有請鍾博士。417 Tech 同埋 HKIIT 嘅空間應用創作大賽2026嘅一個大型嘉賓，咁見證大家嘅成果，同大家一齊分享，呢個係屬於年輕人嘅舞台。實際今日我真係好高興咧，能夠嚟到呢度。點解有幾個因素？第一，能夠睇到啲年輕人咧嘅創意嘅創出嚟嘅產品，
咧就主要嘅工作咧都係積極支持不同地區嘅教育發展同埋相關嘅工作嘅。咁事實上嚟講咧，我一直以嚟咧都係好重視青年嘅培育，因為我絕對相信一個城市嘅競爭力咧，就一定係落在呢啲年輕人嘅身上嘅，一定係人才。所以香港咧係引進人才，但係我覺得香港自己本身亦都有相當良好嘅人才，而且經過就咁多良好嘅機構，包括我哋 VDC 在內咧，我哋仲有更多更優良嘅人才，所以我覺得我哋嘅人才係出眾嘅，亦都聯繫得到我哋有5間係呢個大學啦，係世界100強嘅大學，亦都我哋香港嘅職業教育咧，可以講話喺世界上咧，亦都有啲地位嘅喎，因為我哋職業教育咧喺舊年喺現在講前年啊，而家今年冇錯，喺24年嘅時間咧，我哋係參加過 World Skill Competition， 咁我哋咧呢個職業教育咧係攞咗喺呢個世界技能比賽裏邊雖然係你哋唔係好認識，但係我話咧，世界技能比賽咧就係職業教育裏邊一個奧運會嚟嘅，我哋攞咗咧係1金1銅2銀10個 medal。咁大部分嘅學生都係出嚟自我哋 VDC 嘅，咁所以你哋係好當然啦，喺 VDC 裏邊今日有好多不同嘅同學啦，但係 VDC 亦都係相當表現唔錯嘅我今日咧當然要恭喜今日得獎嘅同學啦，你哋今日得獎咧真係過關斬六將嘅。過好多關，所以你哋係絕對係優良嘅一群，希望你哋白石軍頭更進一步未有得獎嘅同學咧，正如頭先馬龍講嘅，亦都唔好話失望。實際上你哋都係贏家嚟嘅，因為喺你哋不斷嘅喺你哋嘅過程裏邊，喺參賽嘅過程裏邊咧，你哋係學習咗相當多。你哋係平時學習唔到嘅經驗，而呢啲經驗咧，無可否認咧，就會為你將來嘅發展咧係奠定咗一個相當良好嘅基礎嘅。所以唔好失望。我今日對於比賽，我最欣賞嘅地方咧，就係你哋嘅重點咧，就擺喺 social innovation 嗰度，社會創新。呢個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議題。我唔理你乜嘢嘅科學發展。呢個科技發展最重要咧，就係希望能夠一啲你哋科學嘅發明係能夠係帶動個社會，即係換句説話，佢能夠落地之後咧，能夠幫助個社會，呢個先至係重要。希望呢個你哋借助今日嘅資訊科技咧，去解決呢啲同埋改善社會嘅議題例如好似環境健康教育社區長者服務需要同埋數碼共融等等嘅。大家都知道啦，推動呢個創新科技咧，就係我哋每一個城市全世界啦，唔好講每一個城市呢個重要發展嘅方向嘅。因為創新科技咧，就係我哋嘅未來發展嚟嘅。唔理你係邊個國家，你睇得到現在兩個我哋講 2G 係咪啊？呢兩個咧都喺呢一方面發展。其他發展得慢嗰啲咧，已經當咗佢哋係離一隊咁滯嘅。所以好重要喺科技發展，尤其是我哋國家咧喺發展方面嚟講咧，一日千里，實際我覺得佢一日萬里。呢個係相當重要嘅。而且我哋喺特區政府咧，喺施政報告咧，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咧，佢不斷咧喺近幾年咧都係好重係講香港咧要加大科研嘅投入推動成果嘅轉化，培育人才亦都要同大灣區更緊密合作同時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亦都係我哋未來嘅一個好重要嘅新引擎嚟嘅。所以呢一個咧，即係帶動我哋話俾我哋聽咧，科技嘅未來發展
係相當重要嘅。咁啊，實際上嚟講咧，科技真係重要嘅，因為無論你係創科嘅產業、先進嘅製造、生命嘅健康、綠色科技、智慧城市，甚至教育同埋培訓，都會全部都係用講科技嘅。今時今日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揸本書叫你念啊，或者點樣，全部都講科技，亦都要用好多應用科研嘅人才嘅呢個科技。簡單嚟講咧，創新科技係冚唪唥行業都要用嘅，因為創新科技咧係可以推動我哋嘅實體經濟。所以未來唔理你係做工程嘅，我頭先講過啦，醫療嘅、建築嘅、設計嘅、金融、物流、社工、教育，甚至係管理、做生意，創新科技係不可缺嘅。尤其是 IT， 實際上你就做邊個行業，你入去咧，阿老細一定會問你有冇 IT 背景㗎？你識唔識 IT 啊？呢個 IT 咧係一個基礎嚟嘅。你上去繼續讀書，繼續科技發展 ，IT 係必然嘅收穫。你出嚟做嘢，任何一個行業都要問你 IT。咁所以我覺得 IT 嘅重要性咧就非常緊要嘅。尤其是你哋對你哋年輕人嚟講，你哋係應該學科好重要。你哋今日參加呢個比賽咧，就係讓你哋咧去嘗試一啲去做科技嘅創造者，做解決同埋改善社會問題嘅一份子，就好重要啦。咁我哋香港要建立一個真正強大嘅創科城市，實際上咧中央咧亦都係叫香港咧係作為一個係科創嘅城市嚟嘅科技中心。呢個我哋要成功咧，一定要靠官產學研咧共同嚟到推動呢個創新科技發展、產業升級同埋經濟轉型，形成一個咧係互相協作嘅創新生態系統。頭先我都講過啦，我認為咧科研咧唔係為科研而做科研，科研係最重要咧。要佢成功咧，你一定咧要佢，即係我哋簡單嚟講叫落地。你做咗個科研之後咧要落地。今日我睇到咧，好多人就做咗一個呢個科技嘅計劃出嚟啦，點樣去呢個係改善我哋嘅社會問題。我希望呢啲嘢能夠落地。我想問一問今日嘅比賽冚唪唥全部係一個 app 嚟嘅，係嗰啲嘢有冇落過地試過㗎？有冇人可以答啊？John 可唔可以答？有啊，可以。記得揾啲親戚朋友玩。O.K. 揾啲親戚朋友玩㗎嘛？呢個因為係落地係最緊要嘅科研。如果唔落地咧，係即係冇乜用嘅，即係一個紙上談兵嘅啫。咁亦都我哋可以亦都睇得到兩個大國嘅比較。據我睇一個報告咧，就係科研咧，科研到今日科研 research。basic research 嗰啲仍然係喺美國領先，但喺應用方面嚟講咧，香港呢個祖國咧係遠遠超越咗佢哋。咁所以呢個應用係緊要嘅。咁如果你去過嗰個地方咧，你就睇得到佢哋兩個嗰個分別。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我哋科研成功，我首先係要保持有幾樣嘢係重要。你哋要保持你哋嘅好奇心，你哋一定要覺得，咦？點解咁得意嘅？點解會咁樣出現嘅？即係科技嘅發展。如果你哋睇得到咧，一個牛津，我哋成日都講呢一個啦嚇。呢個蘋果跌落地下啫，有乜咁特別啫？你就出去門口你見到個蘋果跌落地下，有乜咁特別啊？咁所以佢就係有一個好奇心，點解會跌落地下？咁啊發明咗呢個地心吸力啦嚇。我呢個我小學讀嘅，我相信大家都讀過呢個。嗱呢個就係帶出嚟咧，我哋嘅好奇心。咁啊仲有咧，要去學習，要敢學新嘢，要敢試。我頭先講嘅呢一定要試出嚟，呢個過程。要敢問喎，要敢問，學問就係咁嚟嘅，要學識去問。如果你唔識問嘢咧，
越問得多嘢咧，你學得識越多。另一方面咧，你哋咧一定要將個眼光咧係放得較遠，放遠啲，問多，因為你睇得多咧，你自然咧就你嘅好奇心同埋解決問題嘅方法咧，你係會知道多一啲。另外一句咧，就係、你做出嚟嘅嘢對社會有乜幫助，有乜價值嘅，呢個係好重要。咁另外重要嘅咧就係、大家咧要將呢啲科技嘅嘢咧係適當地咁樣應用，適當地同埋應用係好緊要嘅。你把科研咧嘅成果係帶入社區、帶入產業、帶入社區咧幫助到人類，帶入產業咧你自己會揾到錢，係嘛？好現實嘅問題。帶入公共服務咧，亦都係可以幫到社會。咁樣咧就可以令科技咧真真正正造福人民市民。我哋行政慈善基金咧，亦都近年咧好多個大學咧係合作支持科研嘅創新同埋人才嘅工作。咁包括咗香港科技大學啦、香港理工大學啦、香港城市大學啦，係極分同嘅。我一直落嚟咧，我都相信，如果年輕人係有興趣喺科技發展咧，只要有機會、有舞台俾佢哋、有資源俾佢哋，加上沿路我哋做 mentor 嘅不斷鼓勵佢哋咧，佢哋嘅路會走得更遠、更成功。最後我喺呢度再次恭喜今日得獎嘅隊伍，你哋今日嘅攞到獎咧，係對你哋努力嘅一個肯定。我亦都再次向每一位參賽嘅同學致敬，多謝你哋用行動嚟到證明係可以用科技咧嚟到幫助社會解決一啲問題嘅。咁你哋知道年輕人咧就係我哋社會嘅未來，所以你哋要多啲努力。咁我喺呢度就祝願你哋係好似我嗰個慈善基金個名一樣，佢除咗彭程係英文之外，中文之外咧，佢英文都好。佢個英文係叫乜嘢？我英文咧就係話俾你聽係 bright future， 希望大家有個 bright future。多謝各位。依家咧就嚟到各位同學最緊張嘅時刻啦！比賽結果咧就已經喺我手上啦。咁我哋會首先頒發小學組 Wonderland 空間創作賽嘅獎項，咁之後再頒發中學組嘅 Wonderland 空間創作賽，最後係中學組嘅 Skills 應用開發賽。咁我哋首先想有請比賽獎品榮譽贊助人郭耀松先生到台上為我哋頒發小學組 Wonderland 空間創作賽嘅獎項，掌聲俾郭先生。各組別嘅三甲同學咧，將會獲得由郭先生慷慨贊助嘅獎品。首先頒發優異獎，優異獎有4組，有2組咧係今日決賽當中選出嘅優異作品，咁另外2組咧就係喺上一輪初賽嘅時候嘅優異作品。咁我哋分別得獎者有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孫瑞琳、關子晴、侯寶梅小學李卓天、潘嘉月、盧希信、劉信希，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唔好意思啊，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黃樂林、陳力恒。首先，我哋想有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孫瑞琳、關子晴獲獎先，係，我哋可以一位一位先都得，係。首先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孫瑞琳、關子晴。好，我哋呢度準備1、2、3，第一張啊，準備1、2、3。好，加油㗎嘛！喺斬咗
咗，但係好多張嚇。好，準備1、2、3，好，咁我哋接落嚟咧就會頒發第2個優秀獎項，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網絡林陳力行。好，有請我哋2位一齊望向大會攝影師嘅頭合照。好，幾啦？好，準備1、2、3，第一張1、2、3，好，等等嚇。好，咁我哋接落嚟咧會頒發第3個優秀獎項，得獎者係福建中學附屬學校張萬寧、陳康晴、李康晴。好，有請到台上領獎，我哋可以掌聲恭喜下佢哋喎。幾個呢邊少少，再多少少，係啦，啱啱好。好，我哋啊，準備1、2、3，第一張1、2、3，好，係，OK。好，可以啦。好，咁我哋接落嚟頒發最後一個優秀獎項，得獎者係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羅卓歐。掌聲有請我哋嘅得獎者嚟同我哋講獎。請得獎者同郭先生一齊望向大會攝影師嘅頭合照。好，幾個呢邊少少嚇，係啦。好，我哋就準備1、2、3，第一張1、2、3，好，咁我哋咧接落嚟就會頒發銅獎嘅得獎者啦喎。咁得獎者係循理會美林小學鐘步人，掌聲恭喜我哋嘅得獎者。好，仲有我哋嘅獎品咧係由郭先生所慷慨捐贈嘅 AirPods。好，記得仲有一份特別獎品係由郭先生慷慨捐贈嘅 AirPods。可以攞埋一齊影相喎。好，褪過少少嚇，褪過。好，請2位望向大會攝影師嘅頭。係，好，準備1、2、3，第一張1、2、3，啊，斬咗啦，冇多張啦。好，準備1、2、3，第一張1、2、3。好，恭喜晒！咁接落嚟咧，我哋會頒發銀獎。銀獎嘅隊伍咧，每人可以獲得 Apple Watch 1隻。咁銀獎得主咧就係青松後寶門小學李卓軒、潘嘉月、盧信希，恭喜晒！仲有你哋嘅獎品記得要攞埋喎。好，褪過呢邊少少啊，褪過呢邊少少，係啦。係，好，準備1、2、3，第一張1、2、3，好。呢位小妹妹，你個獎就低少少，係啦，冇聽到自己獎，係啦。好，第一張1、2、3，第一張1、2、3，好，望呢邊啊，3、2、1，我哋 thank you。好，咁咧我哋再次掌聲恭喜得獎者。好，咁我哋壓軸嘅咧就係金獎得主咯喎。金獎隊伍可以每人獲得 Apple iPad 1部。咁金獎得主咧就係黃埔宣道小學與啟基學校聯校作品郭立賢、曹麥飛、曹萬飛，有請我哋嘅得獎者到台領獎。每一隊咧都會有3個獎品，仲有一個獎杯，記得要攞穩喎。
嘅好啦，我都冇嚟係啊，好重嘅重量級獎品啊！好，麻煩大家望向攝影師鏡頭啊！好，望幾度？準備1、2、3，睇下1、2、3，好啊！哎呀，打咗，好㗎，準備1、2、3，睇下1、2、3。好，恭喜晒所有小學組得獎同學，都唔該晒郭先生，請郭先生到台下就座。得獎同學記得帶埋杯啊！好，咁我哋接落嚟咧就會頒發中學組溫度嚟空間創作賽嘅獎項。我哋掌聲有請鄭小康先生到台上頒獎。我哋會頒發優異獎獎項嘅，咁優異獎得主同樣係由決賽選出，並且由初賽嘅作品當中選出嘅。咁分別咧得獎者有青年會書院陳慧婷、何嘉欣、劉敬欣，掌聲有請同學上台領獎。好，請大家望向大會攝影師鏡頭。望咗呢度先啊！可以嘅，望先。好，到呢度啊！好，準備1、2、3，睇下1、2、3，好，恭喜晒！咁我哋接落嚟頒發第2個優異獎項，得獎者係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梁家謙、胡子峰，掌聲恭喜！好，請望向前面嘅鏡頭一齊合照啊！呢度先啊！誒，你張獎就低少少嚇，中間嗰位同學，係啦，係啦。好，呢度啊！好，準備1、2、3，睇下1、2、3，好得啦！哎，唔該，係啦。好，準備1、2、3，好，可以。好，恭喜晒得獎同學！接落嚟我哋會頒發第3個優異獎項，得獎者係聖公會鄧肇堅中學江沈蓉、林勝偉、黃哲，恭喜晒！請同學到台前領獎。好，咁啊，噴咗過嚟呢邊啊！大家望向大會攝影師鏡頭，一齊合照。係啦，係啦，再過多少少，係啦，得。好，準備啊！1、2、好，恭喜晒得獎同學！請鄭先生留步，我哋繼續頒發第4個優秀獎項。得獎者係嶺南恆怡紀念中學黃最彤、方曉彤同學，掌聲有請同學到台前領獎。好，請大家望向大會攝影師鏡頭一齊合照。我自己㗎。好，噴多少少，係啦。係，好，準備啊！1、2、3。
機，掌聲恭喜兩位同學！請謝先生同兩位同學一齊望向大會總司嘅頭合照。好，到呢度啊！好，準備1、2、3，1、2、3，好，多謝謝先生，請謝先生繼續留步。咁我哋會頒發銅獎獎項，銅獎隊伍每人可以獲得 Apple AirPods 一個，咁一共會有3個獎品嘅。咁呢，銅獎得主係聖羅撒書院盧心妍、廖海明、松以晴，有請同學到台前領獎。恭喜晒得獎同學！獎品可以拎埋一齊合照。4位一齊望向大會攝影師鏡頭。OK。好，準備啊！1、2、3，OK，斬咗8個啫嚇。好，準備1、2、3。好，恭喜晒得獎同學。接落嚟我哋會頒發銀獎得主，銀獎得主係會獲得 Apple Watch 一隻嘅。咁銀獎得主咧就係聖羅撒書院梁海欣、陳子晴、張海瑩。有請同學到台前領獎。仲有獎品。好，請4位一齊望向大會攝影師鏡頭合照。向過呢邊，係啦，向過呢邊多少少啊，係啦，再多少少，係啦，啱啱好。好，準備啊！1、2、3，第一張，1、2、3，好。呢個同學你嘅腳低少少。係啦，好，準備1、2、3，1、2、3，好，恭喜晒同學，請謝先生留步。接落嚟，我哋會頒發壓軸嘅金獎得主，金獎隊伍每人可以獲得 iPad 一部。咁金獎得主係青年會書院關俊熙、戚錦彤、蕭志信。有請3位同學到台前領獎，掌聲歡迎。好，請謝先生同同學一齊望向大會攝影師鏡頭合照。褪過呢邊少少啊，係啦，再褪多少少，係啦。好，到呢度啦。好，準備1、2、3，好。好，恭喜晒所有得獎同學，亦都唔該晒
鄭先生，請鄭先生到台下就座。咁接落嚟，我哋會頒發最後一個組別中學組書應用開發賽嘅獎項，掌聲有請鍾志平博士到台上頒獎。掌聲有請鍾博士。我哋會首先頒發幼兒獎獎項，幼兒獎得主係拔萃女書院連正橋，有請，掌聲恭喜！請兩位一齊望向大會攝影師鏡頭，一齊合照。好，恭喜晒同學！請鍾先生留步，我哋頒發第二個幼兒獎獎項，得主係明愛聖約瑟中學謝增剛、侯紅宇、歐美雅。請同學到台前領獎，掌聲恭喜！請同學同鍾博士一齊望向大會攝影師鏡頭合照。望咗呢度先啊！好，到呢度啊！真係尷尬啲咯。好，準備1、2、3，有張1、2、3，好啊！你睇過我哋咩獎啊？你而家咩獎嚟？喺站崗啊！獎啊！咩獎啊？準備1、2、3，有張1、2、3。恭喜晒同學，請鍾博士留步，我哋頒發下一個優秀獎項，得獎者係林大輝中學陳成和、歐亞朗、周子津，有請同學到台前領獎。望咗呢度先啊！好，到呢度啊！好，準備1，好，準備1、2、3，有張1、2、3，好，慢啊！喺站咗壓過嗰張啊！準備1、2、3，有張1、2、3。好，恭喜晒同學，請鍾博士留步。我哋頒發最後一個幼兒獎獎項，得獎者係馬利諾神父教會學校馮子健、陳晶賢、方浩晴，有請同學到台前領獎，掌聲恭喜！有請鍾博士同同學一齊望向大會攝影師嘅場合照。係啦，好，咁啊，望住呢度先啊。好，到呢度。好，準備1、2、3，可唔可以褪遲少少啊？你剛剛有陰影啊？係啊。好，準備啊！1、2、3，有張1、2、3。恭喜晒同學，請鍾博士留步。接落嚟我哋會頒發銅獎，銅獎隊伍可以得到3個 Apple AirPods。好，咁銅獎得主咧就係馬利諾神父教會學校譚子富、林子曼、蔡樂瑩，有請同學到台上領獎，恭喜晒！
獎品，可以一齊拎埋合照。等過呢邊少少嚇，係啊，再等多少少，再等多少少，再近多丁丁，係啦，啱啱好，望住呢度啊，呢邊啊，好到呢度，好準備啊，1、2、3，跟住1、2、3，好。好，恭喜晒得獎同學，建中博士劉高。我哋頒發獎項，銀獎隊伍每人可以獲得 Apple Watch 一隻。咁銀獎得主咧就係、馬利諾神父教會學校楊傲峰司徒欣怡。恭喜晒，有請得獎同學到台前領獎。兩位同學，你哋有3隻 Apple Watch 要攞埋一齊影相啊！好，請鍾博士同我一齊望向大會時司鏡頭合照。好，到呢度啊！好，準備1、2、3，跟住1、2、3，好，好，恭喜晒同學！我哋請鍾博士留步頒發今日最後一個獎項，就係壓軸嘅金獎得主。金獎隊伍人可以獲得 iPad 1部。金獎得主係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郭瑞恒前號，恭喜晒！同學，你有3部 AirPods，要拎埋一齊合照啊！3部 iPad，有請拎埋一齊合照。請鍾博士同學一齊望向鏡頭合照。好，準備啊！1、2、3，跟住1、2、3，好，斬咗話火啫啊！準備1、2、3，跟住好，恭喜晒所有得獎同學，亦都唔該晒鍾博士為我哋頒發獎項。請鍾博士到台下就座。今日啦，為咗答謝各位嘉賓、評審同支持機構嘅貢獻，我哋都準備咗紀念品想頒發俾各位。有請馬寶軒先生代表大會致送紀念品，掌聲有請。首先，我哋想頒發紀念品俾鵬程慈善基金創辦人及主席鍾志平先生，有請鍾博士。請兩位一同望向大會司鏡頭合照。好，準備啊！1、2、3，跟住1、2、3，好，斬咗話火啫。好，準備1、2、3，跟住1、2、3，都係斬咗話。可以啊！好，準備1、2、3，跟住1、2、3。好，唔該晒，多謝鍾博士。請馬先生留步。接落嚟，我哋有請協辦機構香港資訊科技學院顧問委員會主席鄭小康先生，掌聲有請。好，望住呢度啊！準備1、2、3，嚟一張1、2、3，好啊！多謝鄭先生，請馬先生留步。有請比賽獎品榮譽贊助人郭耀松先
係啦，啱啱好。好，準備1、2、3，嚟一張啊！1、2、3，好，等等啊！好，咁咧今日我哋仲準備咗一個驚喜俾郭先生嘅，因為郭先生咧下一個星期就生日啦，咁我哋想喺呢度同佢慶祝下生日。好，不如大家一齊唱生日歌俾郭先生聽好唔好啊？好，大家先啦，2、1。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喺我都想再次感謝郭先生慷慨解囊，大力支持資助咗本次嘅比賽。好，咁都喺度再次多謝各位評審、嘉賓組、支持機構嘅鼎力支持。咁咧喺呢度，我哋恭喜晒所有得獎同學啦！我哋想同大家影張大合照先嘅。咁我哋嘅攝影師就會到台上面向台下你哋影相，咁大家就坐喺自己嘅位置度就可以㗎啦。咁我哋同時都會派發一啲嘅 props 俾大家一齊影相嘅。咁你哋有獎品啊、獎狀、獎杯都可以拎埋一齊影相啊！好，我哋準備派發一下 props。好啊！記得準備你哋嘅獎狀、獎杯同獎品喎。好，ready未？好，各位準備咯喎，大家望向大會視線鏡頭啊！大家可以俾個耶先喎，呢個耶先。準備1、2、3，嚟一張1、2、3。好，依家俾個 like 我好啊！俾個 like 啊！係，好，準備啊！1、2、3，嚟一張1、2、3。好，非常好啊，唔該晒。好，我哋今日嘅活動咧就已經。